慢慢会。1个多月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个月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1个多月。用例：张总的顶摆出场，去巡视海外工厂，伫遐待个月。张总经理上次出差去巡视海外的工厂，在那里待了1个多月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